讲到这中国扰乱台湾的这个时间呢，完全是拢无伫咧停休，昨就发动今年头一届的联合警备侦巡，有7架军舰、24架军机来扰乱。另外，这国安局也伫今仔日公布着中共政治信息传散太阳分析报告，讲这几年呢，这中共利用8种的网络平台伫咧传播信息，而且是锁定少年族群，引起民众对美国也有国军甚至是赖总统的无信任。敢若2024年这一年呢，就200万条以上的假信息。第一机动飞弹车头前翕相，总统赖清德新正进前去台中海军海防大队甲因鼓励，也去青庄公园区见证宿舍完工启用。我们保修连就是在负责旅上的装备妥善。赖总统感谢国军坚守职务，守护国家的安全，因为中国军方持续用武力恐吓台湾。1月初2就发动新年头一波联合战备警巡，出动7架厝的中国军舰、24架厝的中国军机来侵扰，而且佫一届出现4颗链岛包围台湾的态势，上时认地震的动作嘛无停休。国安局头一届公布中国有争议的信息传播样态分析的报告。最近这几年，中国利用复合手法对台湾散布有争议的信息，从2023年132万9000条。到2024年，增加到215万9000条，而且锁定少年的网络使用者为主要的目标，而且以8个网络平台当做传播的所在。因那去年伫人民册、YouTube、论坛 PTT 内底，有争议的信息数量明显大增加。透过6大手法，包括运用大量有问题的口罩，伫咱国民众较接使用的社群平台大量洗版漏话，传播影片甲图，利用 AI 技术做出咱国政治人物咧讲话假的影片等等。要来削弱咱国对政府的信心，加关社会对起来情形。我们知道认知作战是影响你认知之后影响你行为，它影响这个年轻族群以后的投票行为的话，现在就需要去行塑。不对称作战而言，这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，它不需要像传统统战，它还要什么人要到，然后要威胁利诱。专家指出，对中国来讲，传统统战的手路都要出钱出力，认地震成本相对较低。按说未来相关有争议的信息要是继续增加，建议民众都要较免策略，详细查证，培养辨识假信息的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